Radio 嘅每日靈修節目，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同埋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或者我哋每個人都曾經有過心傷，無論佢隨住時間嘅流失而淡去，定係每次回憶返，佢仍舊隱隱作痛。有啲痛苦我哋以為自己已經忘記咗，但係事實上佢哋仍然喺我哋嘅思想感受中默默嘅折磨住我哋，影響我哋看待自己同埋周圍世界嘅方式。只有一個方法先可以得到真正嘅自由，嗰個就係饒恕。但係我哋點可以饒恕一個對我哋傷害如此深刻嘅人呢？答案就喺上帝嘅手中，嗰位已經饒恕咗我哋嘅上帝。今日2025年3月25號係國際幸福日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與 Elia Marie Mendoza Gomez 作者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饒恕的力量。我哋當中邊個冇經歷過痛苦呢？可悲嘅係，喺生活中冇人可以避免心痛。我嘅童年都唔例外。當我只有7、8歲嘅時候，我遭受到父母嘅一個好朋友嘅侵犯。我從來冇話俾任何人知呢件事，但係痛苦從未喺我嘅記憶中消失。當我17歲嘅時候，我成日喺街上遇見嗰個男人。每次見到我，佢都主動提出開車送我返屋企。我乜嘢都冇講，只係仇恨咁樣望住佢。我一見到佢就無法忍受，呢個讓我感到揦詐、害怕同埋羞愧。我嘅腦海只有一個問題：點解呢件可怕嘅事會發生喺我嘅身上呢？後來我離開家鄉去讀大學，並開始喺另一個城市工作。我試住將嗰段痛苦嘅記憶鎖喺腦海嘅一個黑暗嘅角落，幾乎就嚟忘記咗佢。多年之後，我參加教會姊妹嘅一個小組查經。喺第3次聚會嘅時候，我哋正在敬拜。小組嘅組長突然間捉住我嘅手，將我拉到房嘅中間，佢擁抱我，輕聲咁講：嗰個男人曾經喺你小時候傷害過你，請你饒恕佢。我嘅心沉咗落去，冇人知道我發生咗乜嘢事，我從來都冇話俾任何人知道。但係當我聽到呢句話嘅時候，我再都忍受唔住，淚流滿面。我意識到一直以嚟，我只係想埋葬痛苦，但係傷口從未真正愈合。我對嗰個男人懷有怨恨同埋仇恨。我想講，我饒恕，但係呢啲話聽上嚟好空洞，我甚至唔記得佢嘅名。整整1個禮拜，我不斷重複嗰句話，我饒恕，一直到最後，佢嘅名字浮現喺我嘅腦海中。從嗰一刻起，靠住上帝嘅能力，我內心嘅怨恨開始消失。好多年以後，聽講佢有咗重病，失去咗理智，長期臥床不起。有一日晏晝，我啱啱返到屋企，媽媽就打電話話俾我知佢過咗身。我呆咗，我只可以話：哦，真㗎。我一放低電話，就有一種奇怪嘅感覺，好似有嘢離開咗我嘅身體。我相信呢個係我一直以嚟內心存留嘅最後殘餘嘅怨恨。從嗰一刻起，我唔再感到羞恥，我覺得真係自由，深深嘅平安同埋完全嘅喜樂充滿咗我嘅心靈。憤怒、怨恨同埋痛苦就似枷鎖，將我哋束縛起來。即使嗰啲傷痛似乎被遺忘喺遙遠嘅過去，無論我哋係咪意識到，上帝都見到。我就係證據，上帝可以幫助我哋面對痛苦，並透過饒恕揾到自由。喺馬可福音11章25節中，耶穌教導話：
你們站着禱告的時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，就當饒恕他，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。饒恕唔單止讓我哋獲得自由，都為我哋打開咗大門，過住充實嘅生活。有時如果雙方願意和解，佢甚至可以提供修復破裂關係嘅機會。如果上帝已經饒恕咗我，咁我又何嘗唔饒恕嗰啲傷害我嘅人呢？魔鬼總係想讓我哋做相反嘅事，佢係個騙子，總係試圖竊取我哋嘅平安同埋歡樂，唔好俾佢贏。你們赦免誰，我也赦免誰。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，免得撒旦趁着機會勝過我們，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。哥林多後書2章10至11節。有邊個需要你饒恕嗎？冇等待，請嚟到上帝面前，求佢俾你力量去放手。若上帝醫治你嘅心靈，並讓你擺脫長期壓喺你身上嘅負擔，當你饒恕時，你就係自由嘅人。呢個係上帝想俾你最偉大嘅禮物。讓我哋一齊嚟禱告。我親愛嘅上帝，我帶住一顆破碎嘅心嚟到你面前，並帶住過去未愈合嘅傷口。今日我唔想再活喺過去嘅枷鎖中，求上帝賜俾我力量，讓我可以饒恕所有傷害過我嘅人。求你觸動我嘅心，治癒我最深嘅傷口，並幫助我擺脫長久以嚟背負嘅負擔。願上帝幫助我行起你所賜嘅自由、快樂同埋完全嘅平安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嘅聽眾，饒恕並唔意味住否認痛苦，還為錯誤嘅行為揾藉口。饒恕係放低怨恨，咁樣我哋嘅心靈就唔會再被過去嘅傷痛所束縛。呢個係表達對上帝信靠嘅行為，將所有痛苦託付俾佢，好讓佢賜真正嘅平安。今日請向上帝傾訴你嘅心聲，並請佢醫治你揮之不去嘅傷口，以真誠嘅饒恕釋放你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住蒙福嘅新一日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主耶穌，或你有任何嘅難處、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留言或電郵至chiase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盼望可以與你聯繫。